你唔知啊？哈？哦，对嘛？两个弟啦。就地皮出头一景天师哦。啊，一景天师哦。我上了大天吧。天哪，真相，快快的！你看，或者不是有一句，你讲完才看。好，来准备，来5、4、3、2。对了，村长，我想个鬼才会来。万事已，大家来看戏。大家来看戏。嘿，我去哦，就会妨害到你身体的空间。哎呦，你这个也摆，不讲到吹。马路吹。哇，喂，你们nhìn này hả? Ngài Nghe à? Ấy,你都有看哦，太对了，我太早了。我有个家婆摩托过树，不是事，不过去当聪明。矮弟，你陪我讲，是不是看我有抢你的词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就这样很好啊。对，我这样讲，你就照这样子。就刚才那样可以是不是啊？对，可以啊。